我告诉你，我不仅不会滚，我还要把我全公司的人都叫到日本来，每人在这拉一泡屎，撑爆你们下水道。咩啊？屙屎塞爆個地下水管，唔係咁啊創意啊嘛？朝下大象，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就最近咁就有一班中國網紅啊，就走到日本一度就真係出晒名咯。佢哋出名嘅地方並唔係佢哋嘅表演，而係俾人哋趕翻去中國嗰度啊！你冇走啊！走咗啦，你仲笑？唔係想啊！咩呢件事咧就 sorry， 救命啦真係，乜咁戇鳩噶可以？嗱咁呢一件事咧，咁就引嚟好多中國同埋日本網民嘅爭議，大部分啊都係批評一種嘅行為係阻街，係影響緊其他人，甚至乎啊係可能觸犯法例啊！咁最抵死嘅就係咁事後啊，裏邊就有位中國網紅不但只係死不認錯，而且仲要係拍片一路走一路去鬧嗰班日本網民，令到成件事火上加油啊！我告訴你，我不僅不會滾，我還要把我全公司的人都叫到日本來，每人在這拉一泡屎，撐爆你們下水道。每人在這拉一泡屎，撐爆你們下水道。我戴咗頂帽同眼鏡，仲有冇人會認得我呢？咁所以有見及此啊，咁今日就打算同大家講下呢一件事，俾你哋去睇下，即到底一班中國網紅喺日本嘅行為有啲乜嘢嘅問題，即點解會引嚟咁多日本網民去批評佢哋嘅咧？喂，咁你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啊，去分享啲嘅個人睇法嘅 ，OK？咁話說近期一班喺中國大陸都算係幾有名氣嘅花式籃球團隊 F3 男團，咁啊走到日本東京最繁華、最多人嘅澀谷十字路口嗰一度咧，就進行街頭表演。咁從影片裏面都可以見到，就係佢哋啊會走出去馬路嗰一度，一邊跳街舞，一邊做一啲花式嘅籃球動作。咁而佢哋咧就唔止係跳一次噶，咁根據網上嘅影片啊，咁你都可以發現，咁佢哋係會用唔同嘅造型喺嗰一度不斷跳舞噶。你話死唔死啊？咁到後嚟就搞到越嚟越多日本人嘅不滿，仲搞到人哋啊要報警處理，咁所以去到最後啊，呢一班咁嘅中國網紅跳下跳下嘅時候咧，就俾日本警察趕走咗啊！咁到之後，一班嘅中國網紅啊，更加係俾日本網民鬧到走咗翻去中國嗰度啊！咁嘅時候，裏邊就有位中國網紅，相信係一個 F3 男團嘅隊長嚟嘅，咁就好唔忿氣咁樣一路走一路拍片回應嗰班日本網民。嗱，呢一條片咧又係好笑噶，真係不得不分享俾大家睇下。你們是想讓我們滾回去，還是想讓在日本的中國人滾回去？現在你讓我們滾回去了，當年我們讓你們滾回去的時候，你們滾了嗎？咋了？是不是看到紅色就勾起了你的回憶？想起了啥？戳到你痛點了？說我們吃飽了撐着，是我們吃得飽吃得好，不然我們為啥滿世界跑？咋的啦？羨慕嫉妒恨啊？條友輸到黐咗線啦，揾到個白車啊！我夠給你們面子了吧？還介紹你們街道，咋的了？還真以為你們那是世界上最繁華的街道啊？我大蜀都春熙路隨便拉一條街來，都吊打你澀谷，還比上天安門呢？你可不可笑？我最見不得的就是你們這一群表面上看起來文質彬彬，背地裡幹些偷雞摸狗、賊眉鼠眼事情的人。我告訴你，我不僅不會滾，我還要把我全公司的人都叫到日本來，每人在這拉一泡屎，撐爆你們下水道。咁首先第一啦，回應翻你一件事先。咁的確睇你哋一班人跳舞啦，感覺都係有努力練過，真心唔錯噶。但係唔好掛坦白講句啊，即係主觀上啊，我唔知道係咪因為嗰啲歌問題，又或者係舞蹈編排問題。頭嗰10秒睇嘅時候咧，你覺得跳舞係 OK 嘅喎，冇問題嘅喎。咁但係越睇咧，就唔知點解會有一種越尷尬嘅感覺㗎。嗱，咁我唔知大家係咪咁樣啦，咁可能就即係我唔識得欣賞嘅啫。咁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留言同我講翻嘅。OK，咁你針對翻呢一件事啦。嗱，客觀上其實單從你一條片啊，就已經係觸犯到日本4個嘅問題啊！你都真係算好嘢你。咁第一個問題就係你哋一個行為啊，好有可能係觸犯到日本嘅妨礙通行。咁因為喺紅綠燈期間，咁你哋又走到去路中心喺馬路嗰一度跳舞，阻住啲行人通過，某程度係會造成安全風險。第二個問題就係涉嫌非法拍攝。你要知道喺日本嘅公共空間進行拍攝嘅要求都係相當嚴謹，一嚟又唔可以佔用公共道路，二嚟又唔可以對其他人造成滋擾，三嚟啊所有嘅商業拍攝活動都必須要事前申請，甚至乎有機會啊係要求你跟從電視台嘅規格去進行拍攝。咁根據翻你哋嘅嗰一條片啊，好明顯全部都辦晒啦。咁所以日本警察咪趕走你哋啦，係嘛？咁第三個問題就係涉嫌違反日本旅遊簽證嘅規定。人哋日本旅遊簽證啊都詳細列明係唔可以從事任何有報酬嘅活動，包括係工作又或者係商業活動。咁如果你哋拍一啲片啊係有商
商業性質，就例如係有商業合作、贊助、收貨金，甚至乎賺到錢嘅，都會被視作為係商業活動，係一律被禁止㗎，收皮啦。再第四個問題就係完全唔尊重日本社會嘅文化同埋價值觀。你要知道，日本社會裏邊其中一個核心價值觀就係唔好對人哋造成麻煩。咁你哋一班嘅中國網紅咧，走到去人哋大馬路嗰一度喺度跳舞，阻住人哋行路之餘，仲要係直接影人哋個樣上鏡，唔幫人哋去打架。你知唔知咁樣對日本人係有幾咁唔尊重同埋冇禮貌啊？咁所以人哋咪走出嚟鬧你咯。咁所以綜合上述嘅分析啊，即係理得你哋跳舞有幾咁好睇啊？咁你哋有問題就有問題噶啦。你估呢一度係中國咩？咁你咁怕麻煩嘅話，咁你咪死翻喺中國嗰度咯，就係咁。咁啊第二啦，咁啊想回應即係裏邊有一位嘅中國網紅佢事後所拍嘅嗰一條片，哇大佬真係你唔拍都有知我，一拍完啦，仲要係加把火，搞到所有嘅中國人都臭大朵啊！你話笑死唔笑死啊？咁喺度就多逐一去反駁你一條嘅影片，咁你就知道自己係有幾咁丟架噶啦。咁首先你就講到究竟你班日本網民係想我哋躝翻去啊，定還是係在日嘅中國人躝翻去啊？嗱，你又唔好同我去偷換概念，將成件事扭曲成為種族排斥，跟住就用你嘅民族主義嚟出征人啊！你班嘅中國小粉紅夾個屎忽我，知道你想點樣啦，收皮啊你！你要記住啊，依家大家係針對你哋日本嘅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批評啫，係話你哋賤格，你哋乞人憎啊！你老味你又扯到其他在嘅中國人又想點樣啊？即就算人哋要排斥啊，都係排斥你哋，係你哋啊，死開啦！到之後啦，佢就講到話，依家你哋叫我躝翻去，當年我哋叫你躝翻去嘅時候啊，你哋有躝翻去咩？大佬啊，你講你咪講咯，又無啦啦扯翻去講以前嘅歷史又想點樣啊？咁更何況你連講都講錯啊！我當年中國抗日係中華民國抗日，咁你哋中國共產黨呢？即係你嘅大佬啊，係叫人留低一齊合作搞緊國民黨噶嘛？你幾時又叫人哋走啫？係咪搞笑啊？咁所以你哋應該係質問翻中國共產黨先係嘅喎，即係點解佢哋當年要做漢奸走狗去出賣中國嘅人民啦。OK， 我唔講咁多啦，即係費事聽唔明啊！即係我簡單啲咁講啊，你哋依家嚟到日本一度係做乜嘢先？係抗日啊？係打仗啊？為國爭光咁樣？我哋嚟跳舞啫嘛，咁你又學咩人講歷史啊？快日照啦！你耕田唔好學人隻抽啊，收皮啊你！咁第三啦，佢就講到話係啊，我依家食得好住得好嚇，如果唔係我哋點可以通街走啊？嚇做乜嘢啊？依家羨慕妒忌恨啊！大佬你哋係咪自卑成咁樣啊？即從來大家就只係就事論事，針對你哋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批評啫喎。咁而你又無啦啦咁樣走出嚟同人哋講話自己食得好住得好，咁樣又想點先講真？即單憑一句啊，都已經反映本身你份人啊根本對中國人都冇乜自信嘅。即如果唔係嘅話，又點會覺得人哋會咁樣諗你哋啊？我哋有覺得你哋食唔飽着唔暖咩？有覺得你哋賺唔到錢咩？索索地咁此地無銀三百兩咪就係一種咯。咁到後嚟佢又講到話，我都已經俾面你哋噶啦嚇，仲介紹你哋嗰啲街道啊嚇，你真係以為一個嘅澀谷係世界上最繁華嘅街道啊？我求其喺四川揾條街道啊，都屌打你哋啦！一句咧仲好笑，到底澀谷係咪世界上最繁華嘅街道咧？我就唔知。咁但係我肯定嘅就係一定會比你中國嘅啲四川啊、成都嘅啲鄉下街道更出名、更有國際知名度先啦。咁你啊，即到底點解你會特登走到去澀谷嗰一度跳舞拍片啊？就係因為嗰度出名啊！而你哋班人都係走過去賺流量、呃流量啫嘛。澀谷使撚你哋介紹咩？唔好將啲嘢調轉嚟講先得㗎。咁所以唔該搞清楚一點啊，就係依家係你哋一班人係要走到去澀谷嗰度靠佢去賺流量，而唔係澀谷要靠你班嘅鄉下仔去做宣傳啊！收皮啦！咁之後啦，佢仲講到話，一啲咁嘅地方啊都比唔上天安門啦！你話笑死唔笑死啫？咁你哋咪再去天安門嗰度跳咯，嚇走過去跳啊！嚇點解要特登破費買機票走到嚟日本呢一度跳咧？係嘛？你快啲喺北京天安門嗰度跳啊！我都真係想睇下。聽你佢唔買救命，我切啊！到後嚟佢又講到話，我最睇唔起嘅就係你哋一啲表面文質彬彬，但係背後喺度偷雞摸狗、插眉鼠眼嘅人。哇！你都真係轉犀利啊！先用民族主義反出征人，再將澀谷踩到一文不值，而最後啊，仲要開埋地圖炮，一次過抹黑晒所有嘅日本人。咁更何況你一番嘅説話，即到底係咪所有日本人都係咁樣呢？我就唔知。而我就只係見到某一位嘅中國網紅對住日本警察咧就文質彬彬，俾人教訓完啊，即係背後嗰一度拍
片去鬧人哋日本人喎，啊都唔知邊個真係真正咁樣偷雞摸狗、查眉鼠眼嘅人咯。咁最後啦，佢就講到話，佢唔單止要繼續嚟啊，仲要係叫晒全公司嘅人都嚟到日本一度，每人都喺度屙到屎，塞爆你哋嘅下水道。大佬我都真係拗晒頭啊！我大佬即點解可以一嚟就諗到用賴屎嚟到去報仇嘅咧？喂，你點諗到㗎？係用個腦諗嘅。我想問你個大佬同埋大將咪調轉咗啊？即係雖則係似啫，咁但係你都唔會亂咁擺噶嘛，係嘛？Anyway，即係既然有啲咁嘅嗜好啊，咁我都真係好好奇想睇下啊，到底你班咁嘅中國網紅係點樣嚟到日本一度賴屎賴到塞爆咗人哋個下水道喎？佢記得講過要算數啊！你班中國人，我買定花生睇你哋表演㗎。認真，我都有幫你哋諗過㗎，即係見你哋咁中意跳舞咯，啊，到底點樣能夠將賴屎同埋跳舞呢兩個元素混合一齊咧？咁我網上面咧就揾到一條片啦，真係可以俾你哋去參考一下噶。咁啊，講咗先，咁一件事啊，要令到咁多日本網民走出嚟去鬧你哋，即係除咗係反映你哋嘅行為令到佢哋反感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即係可能依家班日本網民啊，已經唔再容忍你哋班中國人啦，即係就嚟最近啫嘛，又有中國嘅旅客走到去澀谷嗰度舉住中國國旗大搖大擺咁樣走，又例如係又有中國嘅旅客啊走到去淺草寺嗰度用陰司紙去求簽，各種卑劣唔文明嘅行為一次又一次咁樣觸碰到日本人嘅底線，先忍唔住走出嚟去鬧你哋。咁所以最近中日關係緊張，你自己去下日本嘅 Twitter 睇下，大部分嘅日本網民啊都係慶祝緊㗎。點解啊？亦即係話喺佢哋眼中啊，你哋班中國人就係唔正常啊，丟唔丟架啊？